继大谷翔平后，日本再次有怪物新人出现。被选入日本 U18 代表队的投手佐佐木朗希，在队内红白战里飙出了163公里，打破大谷当年最快160公里球速。不少球探看好佐佐木朗希未来进职棒，有机会创下大谷翔平等级的惊人成就。不管是拿着测速枪，或是捧着记录本，这些球探都是想看传说中的令和怪物佐佐木朗希。主播、球探们的测速枪测到佐佐木投出163公里的球，超越大谷翔平高中时期的160公里。从155公里一路窜升到163。18岁的佐佐木朗希，在日本 U 横线18代表队的红白战中，球速再次突破，超越了二刀流大谷翔平当年创下的160公里的球速。日本大传度高校投手佐佐木朗希，我原本就预期，希望自己在春天能够成功投出163公里球速，未来在控球还有变化球的精进，我想都需要再加强。佐佐木朗希去年夏天在县大赛就飙出了157公里，吸引了美日球团目光。如今他突破当时设下的160公里目标，被看好未来成就媲美大谷翔平。大联盟双城对国际球探高桥幸次，我认为佐佐木可以达到大谷翔平等级。大联盟皇家队国际球探大屋博行，我的感想啊，那样的球还真是头一回看到。佐佐木朗希实力太惊人，日本高校野球联盟怕人才出走，出面劝阻美国职棒球团不要过度和佐佐木家人接触。佐佐木朗希受访则说，未来还是会以日职为优先考量。